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咱甲你的边来祝福讲愿你平安。咱做伙起立，咱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到赦免，替我失迷担得归回，痴迷得到看见。咱用这首诗歌，真小诗歌，咱用咱专人来敬拜。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到赦免，将我失迷担得归回，痴迷。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也承认咱的软弱甲亏欠，咱要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上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地邦中唱歌称赞你。你的慈爱比天较悬，你的信实透到穹苍。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消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咱要来感谢咱的主上帝哦，伊是啥物？伊掌管万行，伊有怜悯慈爱，伊是信实守约的上帝，伊是有慈悲怜悯赦免咱的罪，想使咱有永远的救恩哦。咱嘛承认讲，咱是有罪的人，求主来清去咱，赦免咱一切隐瞒的罪，甲咱的一切的这个歹。咱开声来祈祷，兄弟姊妹，开你的声，咱来学乐来感谢，也来承认咱的亏欠。哈利路亚！主，阮学乐你感谢你，互阮伫今日学乐敬拜。主啊，听阮，你收约，你供应。你怜悯医治，求你来帮助阮，会当伫遮来经历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来到你神宝座前，我恳求你伫阮的正会中，正兄弟姊妹三甲组织的会中，伫遮来临在，伫遮互阮知安怎来亲近你，来找求你。恳求你，互阮的心情搁一遍活起来，求你享受圣神来清气阮，形成阮心。
哈利路亚！主，阮敬拜求你来感纳，哈利路亚！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主爱到永远，你的信是到万世代。你互阮会通伫即个疫情的世代中间，人的心惊遐，阮永远通搁伫遮来自执。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互阮会通伫遮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啊，阮知影讲，你是掌管万行有，你无恶正的事，你是迄个怜悯阮伫苦难中，想事阮甲阮同在，也互阮会通靠你所互阮的困难，赢过阮的软弱，甲阮的苦难。阮主你来说，阮下面时间继续来恳求，互阮的心灵拢会通得到勇健，灵魂体得到形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也这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需要，咱的需要伫咱各方面啊，上帝拢是掌管万行有的，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来，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必有因。愿遐个意爱你的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上主啊，你要祝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伫即几方面，你有需要吗？最近囡仔都考了哦，敢知伊有设定伊的目标啊？我会读啥物？我会读啥物？总是检测无达到伊的目标，你知道？所以心肝检测有一寡这的要求，也是需要面对。哦，咱做事大人免怎来帮助，替因祈祷啊！哦，互上帝的道路成做因的道路，互上帝意念成做因的意念。咱恳求上帝家己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兄弟姊妹，你的心灵需要上帝的同在吗？需要上帝的医治吗？求主来帮助，互咱有亲有乐心无气嘴的心哦。所以连伊牧师咧讲道咧祈祷，你准备你好的心，你的心伫遮来拍开。我相信上帝伫今仔日也要对你来讲话，要伫遮来帮助你。咱要邀请主成做你的灵，这魂的部分是掌管咱的思想、感情甲意志。然后咱身躯会当全然伫遮来得到透白。如果你有需要，你会当站起来，有同工会为着你来祈祷，也是你坐咧，你手放伫检采无爽快的所在咱做伙来恳求，咱做伙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会当站起来，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伊伫充满咱三个同在。哈利路亚，主，你的关联甲面三地底，愿主你受恩赐福，所有这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需要你伊的关联充满甲面三地底。主啊，你是怜悯，你是医治，你是大医生，你是上好的医生。主啊，伫你无恶正的事，阮奉你的名恳求你，困捌伫遐内心侪侪忧愁烦恼甲重担，透放因，互因自由来到你面前来得到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求你，伊的关联充满，这时就临到伫遮的兄弟姊妹身上，借着阮的同工，因奉你的名伫遮有你的官兵伫地，愿主你来祝福。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想赐这个救恩，互阮会通成做你的囝儿。你讲信靠你的人，要有生业基础对应。主，你的话伫遮有应允讲，信你的人要有生业基础对应。阮也要宣告讲，阮信靠你，要有生业基础对伫阮。求你来坚固阮的信心，因为环境的变化，阮的信心当时受到这打击也是影响，所以阮的信心会软弱。求你搁一遍，每一天用你的话伫遮养持阮，互阮的心神会通搁再活起来。哈利路亚，主，阮学了你，感谢你，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你的话，互五人通达；用你的话，互病痛的得到勇气；
用你的话，互阮找无路的，你甲阮指一条搁新搁坏路。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们也为着主伫遮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我伫你殿会行的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咱要为着主日的礼拜吼，今日咱有邀请黄连成牧师吼，对花莲嘉义山吼，伫玉里的所在，安尼对长一直到打吼，伫遮长有真好的服侍分享，真侪遮同工啊经历圣神的同在。较要紧是咱家己的心嘛拍开哦，你若拍开哦，圣神就伫咱中间来同工吼帮助咱。咱也透过温度的训练、温度的列车昨第二个课程吼，第2站咱昨也有温度营，甲今仔日吼，咱第1场、第2场拢无共款的即个主题吼。感谢主恳求圣神继续引刷今仔日嘛有互助者安尼演甲吼。今仔日应该会当伫遮顺序来调开吼，伫下昼的1点吼，咱恳求上帝来使阮祝福透过互相的帮衬，互咱感受到上帝的疼。上帝透过咱做社区的工作，过去这几年，透过据点，透过上礼台，透过咱所做吼，30-40个以上来洗礼吼，来亲近主。最近嘛有遮个无道的朋友在问讲：我的祖先是要安怎处理啊？感谢主哦，表示因的心的确无即个信仰，敢毋是的。所以兄弟姊妹，你的祈祷吼，会当帮助因，互因更较清楚，要了这个真理，真理要叫人得到自由，真理必要使他们得着自由。阿门嘛。咱恳求上帝想说，咱每一遍的机会，得时不得时安怎？保罗讲得时不得时拢着爱传福音啦。咱求主来帮助咱透过社区人入来，咱要关心，咱作为企业，咱伫遮来恳求上帝要透过你，诚做使用这个世代，祝福咱的亲人，祝福这个社区的一个。祝福的管道，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阮学罗感谢你，主啊，你兴起你的教会，伫这个城市，伫这个伫这个社区，要做光做盐，求你来帮助阮，坚固阮伫你面前所深刻的，阮所领受的，愿真理帮助阮得到自由以外，也会通透过阮将你使用这个社区世代。阮会通知影，凡是会通成做你贵重的器皿，互主你来使用。今仔日个礼拜，迄个圣神大大充满，对你的话来互阮晓悟。天父，阮的上帝，阮学罗感谢你，伫主你的圣经，阮三角学罗组织敬拜。阮学罗的敬拜时，你的荣耀就充满，你的宝座设立。阮同心恳求的时，对你的受恩宝座，就将你的恩典降落施落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感受到你是甲阮三同在，以马内利显明上帝疼的主。愿主你来赐阮，互阮拄啊所恳求的，同时排祈祷，你的确的应允。愿主赐福阮，阮要同心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起来发出光，因为你的光已经到，主要法的阳光发现，照伫你的顶面。兄弟平安，平安。这是主圣神临到咱，伊要用油来抹咱，
互咱传福音失丧的人，佮互咱有官兵来医治伤心的人。咱们为主来征战，为主来征战，拯救失丧的灵魂，为主来赢得城市。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唱这首《为主赢得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生。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为主赢得城市，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生。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也这咱堂市是毋是主所祝福的城市咧？阿妹嘛，阿妹，咱这是用台语来唱，为基督赢得堂市，为基督赢得堂市，充满了主荣耀堂市，欢喜又代替了悲哀，落沙代替忧愁。为基督赢得堂市，充满了主荣耀堂市，受了的灵魂的头发，一生的香膏得胜。主啊，求你恩膏我，赐我传扬福音的大运。主啊，求你恩膏我，赐我传扬福音的大运。为基督赢得堂市，为基督赢得堂市，充满了主荣耀堂市，充满又代替了悲哀，落沙代替忧愁。为基督赢得堂市，充满了主荣耀堂市，受了的灵魂的头发，一生的香膏得胜。主啊，求你恩膏我，赐我传扬福音的大运。主啊，求你恩膏我，赐我传扬福音的大运。主啊，求你恩膏我，主啊，求你恩膏我，赐我传扬福音的大运。主啊，求你恩膏我，赐我传扬福音的大运。为主赢得堂市，为基督赢得堂市，充满了主荣耀堂市，欢喜又代替了悲哀，
落沙代替游出，为基督兄弟团契，充满了主荣耀团契，受了的灵魂的头发，一生的羊羔得献，受了的灵魂的头发，一生的羊羔得献。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请坐。上主有若是咱桃园市的主，也是咱台湾的主。阿免吗？阿免。虽然这时世界动乱，有战争，有瘟疫，总是主要所伫圣经甲咱讲，要谨慎，无得惊。因为主耶稣要甲咱伫地，伊的平安要临到咱。耶稣，伊是掌管咱全地的主，耶稣也是掌管咱台湾的主，耶稣全地的主。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已帮助；咱的国家，耶稣已掌管。咱要抓的手，伊来扛。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你归到头去，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咱用感恩的心来唱。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已帮助，咱的国家，耶稣已掌管，咱要抓的手，伊来扛，举起咱的手，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你归到头去，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啊，会陪咱到永远。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悲伤你会到头去，伊会收拾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
咱就全心全意活，可以伊的慈爱，回归咱到永远。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听到咱的呼求，感谢主，主这时被邀请圣神来到咱的中间，伊要大大来充满咱。主圣神要带领咱，用心灵甲真理来敬拜。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盼望来亲近你，搁较认捌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慈爱灵明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盼来亲近你，搁较认捌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慈爱灵明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呼求，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呼求圣，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咱搁一遍来对咱主讲，我呼求圣洁，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
敬拜你，救主。兄弟姊妹，咱继续来到最面前，咱来开你的声，而且来敬拜。讲主啊，我要荣耀你，我要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圣神，你知影有当时阮无法度祈祷，我也毋知要安怎祈祷。阮面对苦难的时阵，阮无信心祈祷。总是主耶稣，你无弃杀阮。你手持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来替阮求。因为你是上帝要拯救，你是掌管全地主，你是知阮心思、阮的意思的主。你知阮即时检采带着做这的劳苦甲重担来到你面前，阮检采阮是带一个面具来到你面前。总是伫阮家己孤单的时阵，伫阮无伴的时阵，你知影我安怎伫迄中间无助，你知影阮伫中间袂通做啥物。求主圣神运行充满，透过你罗卜所传达的话，开听的话。你的真理要叫阮的心神得到自由，主你的话要互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伫你遮得到平安。今日的早起，阮仰望你，恳求你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亲像落心无溪水来渴慕你的真理。让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角六吟圣诗，圣诗第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咱起立，三角六吟。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庭我喜感落地，求你点阮秘密心内，献出你极大的爱，求主你是主的怜悯，你的疼无限顺情，将你救阮这世降临，真正我骄傲的心，全然救主是我真救主你我命我承受，随你圣殿我的降临，永远无力量关心，我们亲像天在天君，是上我了的大恩，永远感谢我了生命，荣耀你完全的听，有你的心做我心心情记无点无扰民，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恩来情分，互我愿更再愿更，你甲我真正
咱三角来祈祷，创造天地万关灵，各有诸边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用永远的疼来听世间众人，感谢耶稣用性命来挽回阮，互阮甲上帝有亲密和好的关系，可叙述阮圣神，成做阮一生到伫永远的帮赞。愿你的名伫全地受到尊重，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信靠你的正经字，也就是伫世间倚靠主耶稣建立的教会，将天父的疼见证伫世间，行出上帝讲的款式。愿在阮所徛起的世间，现准时搁一届陷落伫战争的危险中间，百姓公里外以乌克兰所承受的苦难，以及攻击伊的俄罗斯所犯的罪过，已经互全世界拢陷落伫不安甲惊吓中间。主，求你伸怜悯的手，安慰医治受伤的心灵；求你用公义的判断，求你公义的手来压断向恶人的枪的炮，拯救苦难中间的人，互受压迫的得到逃亡，互毁坏的得到恢复。阮也要为着阮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来祈祷。阮感谢你。有呼召马街以及真济听台湾听主的传教士，借着医疗将上主的听谈甲福音带到这块土地，互台湾蒙主的祝福。我也要续接因所建立的工，互耶稣基督的恩典较济会成做成伫这块土地百姓，成做这块土地百姓的祝福，保守阮面对对方的威胁，有属天的平安。在国关灵是主你所掌管，阮祈求你的怜悯，也求你兴起圣神的同工，伫这块土地百姓，互这块土地百姓来认捌主你的关灵，回转归向上帝，甲耶稣基督结连。愿阮的教会、甲南教会，成做主你的福音的出口。愿信徒伫这个所在得到造就，也受装备，互圣神充满。为着教会，为着社区，成做福音甲福利、主祝福的管道。求主赐阮智慧，也有机会，阁有新、阁好的想法，来为主做新的工。互需要的帮赞的人也得到帮赞，也帮赞人的人也得到造就，应神益人，见证主听。我也为着教会的会议活动顺利来祈求。求主互阮所讨论、所计划的，有助你的圣神的引带，通成做美好的工，应神益人来见证主的听。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求主的面，听阮祈祷。请坐。这时，咱要来启用文20字，也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
这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这时要请张家温姊妹献诗。咱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到第8节。和合本记载伫163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现场我来读。伊受害以后，有用真济证据显明伊本身活地。伫40日的中间，有显现互使徒看见。
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耶稣甲因做伙的时，有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捌甲恁讲的，就听候爸的应允。约翰用水甲恁洗礼，毋过无几日，恁会领受圣神的洗礼。使徒甲耶稣自接的时，问伊讲：主啊，你要伫即个时阵，将主权恢复予以色列是无？伊甲因讲：爸用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毋是恁通知的。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煞接要请嘉义山教会黄灵清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着领受圣神的洗礼。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永远甲阮三甲地地圣神，阮欢迎你，愿一切娱乐敬拜荣光拢归于你。主你差派圣神来启示阮，阮明白你的真理，用圣神来教我阮，教我你老母的嘴，互你老母所讲的会当分享，帮助兄弟姊妹。对主你的真理，对圣神有更清楚的了解。主啊，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感谢主，互我来咱教会分享有机会来入捌咱教会。我是顶年的3月进庭退休。拢拄好70岁，即马71岁。感谢主，互我去到东部，我成医毕业，就去到东部。我徛去即间教会叫做观音山教会。到今年即间教会已经143年啊！感谢主的恩典，143年。我是第一任的牧师，阮后生是第2任安尼。所以我伫即间教会，拢头尾拢总37年久。我感觉我会当伫即间教会，对头到尾退休，安尼37年久，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若毋是上帝改变即间教会，若毋是圣神改变这些中级兄弟姊妹。我真正无一款的能力会当伫即间教会徛起会当遐尼久，我想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今日要和咱来分享圣神的工作。主题叫做“着领受圣神的洗礼”，着领受圣神的洗礼。咱对伫咱传统中的教会对细汉到大汉，像我伫台南太平间。教会出世，伫遐小儿洗礼、献信礼，到结婚，然后出去工作，才去读新学院安尼。对细汉伫教会安尼成长大汉，最后我对幼稚园读高中毕业拢读最学，因为阮阿公做长老，所以袂当无读最学安尼吼。所以对圣经的故事听了足熟的，听了足熟，就讲旧约的故事、新约的故事，拢听了足熟，所以知影旧约这个人物因安那互上帝用，以色列百姓安那背逆上帝。新约讲起耶稣基督所做一切代志，所以但是对伫圣神这个真理真少听到，听起在讲圣神这个道理，关于圣神的故事安尼，所以我一直对圣神无有真清楚的了解。
真歹势，我过去拢想讲圣神是上帝气力是一个能力，是一个能力安尼。但是感谢上帝咱今日对这段圣经节，耶稣受害过活了后，有40天久，伊甲学生讲起上帝国的代志。然后耶稣甲学生讲你唔通离开了撒冷，恁得爱听候天父所应允的，就是讲无偌久恁要受圣神的洗礼。耶稣甲学生讲恁得爱听候，无偌久恁要受圣神的洗礼。所以咱通知影，耶稣的学生普遍拢领受约翰的洗礼，行洗礼约翰的洗礼。但是耶稣阁甲伊的学生讲得爱听候领受圣神的洗礼。所以咱伫教会，咱会当明白小儿洗礼、更新礼，才洗礼，才会代志。但是咱对领受圣神的洗礼，常常一种了解，就讲我信耶稣，我自然就已经领受圣神的洗礼我想这是传统，咱的认捌是安尼。但是耶稣伫遮强调，叫因伫爱听候到领受圣神的洗礼。耶稣讲领受圣神的洗礼，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要得到能力，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落尾，为耶稣做见证。圣神降临伫兄弟学生的身上的时阵咱就要得到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是84年对淡水医毕业因为淡薄当时欠传教者淡薄朋友会当志愿所以我就志愿去到淡薄淡薄中会，因为看我的做过工课所以知影我捌做过农业的代志即个饲鸡啦、饲猪啦即个农业的代志，所以就甲我派去庄卡观音山这个所在派我去这间教会所以想讲我着含这庄卡的兄弟姊妹做伙可能较习惯所以我第一场相是我含我的太太抱大汉后生含第二后生，第二后生迄阵2个月，阮就抱过淡薄。即马已经伫教会做牧师伊也生4个囝，4个囝所以足够生的安尼感谢主安尼所以上帝安尼，互阮伫遐安尼变做。我伫淡薄的时间平伫台南的时间较久，所以淡薄嘛诚做我的故乡安尼另外一张相片是阮当时到教会现况真细间可能无咱一半的大无平咱一半的大较大真细间安尼兄弟姊妹拢是长辈，较济少年人拢出外去做工课所以较济长辈个少年个细汉囡仔安尼对阿公阿嬷若无就拢做事的所以教会已经诚饱当，但是伫我进前，竟有一个团队伫遐3冬进前，差不多拢无传教者伫遐，差不多40-50冬拢无传教者，拢对玉里教会派长老起脚踏车来到遐讲道了就转去所以逐礼拜拢是安尼人讲道，无人甲因教道理啥个无包括念基督话嘛，差不多无安尼即款的状况所以信徒嘛是安尼牵调主，安尼做礼拜，安尼在奉献做礼拜安尼，但是因生命真艰苦，生活真艰苦，真侪失志，真侪压力，真侪艰苦所以因唯一互因会当较放轻松的，就是啉酒食槟榔薄粉，安尼是上快乐的代志所以来到礼拜，变做生活的习惯啦。平地教会、原住民教会生活伫
东部当时差就是即款型，甚至来到教会，槟榔拢包入来吼，咧放圣事的迄个所在，到尾开始安静，才下出来放担遐，咧拜了也袂阁会转去补安尼，所以咱团队拢伫个清清的，分头安尼。到上尾一口安尼，嘛要甲竖一个足深的，才甲定咧，嘛是放伫遐吼。所以因安尼食槟榔粉啉酒，这诚做真真普遍的习惯啦。所以若无啉酒来讲是真无正常的代志。所以交陪啦，拢是安尼分酒槟榔这个代志。因为这个代志对到身体拍歹。因为这个代志，因为啉酒的代志，翁某真侪这冤家问题。因为啉酒的代志，真侪人酒精中毒，然后着无缘无故着食农药某冤家着食农药自杀啦，是甚至长老囡仔，因为啉酒啉安尼，着讲酒精中毒酒精中毒，目睭着看到遐有诶无诶，足侪惊吓，常常会看到鬼啦，有诶无诶遮个代志，甚至尾我嘛袂当陪创啥代志，我甲张老娘讲，甲送去阳明病院精神科吼，带去解酒安尼，解了3个月出来，医生讲应该好但是好无偌久，转来就举刀管然后自杀去所以拄着即款代志吼，遐无信主的像传理干事拢伊甲我讲一句话，我足气惨的。伊讲讲恁信耶稣的上无路用。伊讲老师恁信耶稣的上无，我讲啥上无路用？伊讲你看庄仔内这酒醉冤家罪怪，拢恁信耶稣的。我无话讲，因为庄仔内除了我的教会，搁来就是阿美族的教会，对无？庄仔内较大多数嘛是拢信耶稣，惊遐个客人啦，一寡人无信耶稣啦。但是因嘛无像咱食酒食迄款程度，所以迄个传理干事伊甲无客气甲我讲，恁信耶稣会无路用人拜拜的人嘛无像恁安尼。所以伫迄款环境内底，你想咱要传福音，咱袂当传，咱无见证。因为咱互这歹的习惯捆绑掉的，袂当得胜，袂当得胜所以我想这是我去牧会拄着上大的困难，就是讲毋是甲伊讲你伫遐解婚啦、解酒等等，因会当改变的，因会来做礼拜，但是要甲这个歹习惯改掉对因来讲是非常困难。我真拍拼。我真拍拼做团队，真拍拼下面斗挂潮拍拼下面，因若伫办金正的时，我嘛安尼去斗帮忙斗关心，斗做遮个拢，尽量爱下面有好的关系，做好朋友。伊嘛知影我真关心伊，下面真好，但是我甲因讲，得改变，改变袂来。就是改变袂来，所以伫迄款的环境内底，你会感觉你讲道理也无啥改变，讲道理你陪伴嘛无啥款改变因所以我会想讲，我若2当团队了吼，我得准备通调动慢慢个留淡淡薄，真正是安尼，因为欠资源、欠动工，一切逐项拢欠所以我无办法看。帮咱这兄弟姊妹改变所以我的心内就想2当到，我申请离开安尼我真正无办法。但上帝甲伊做工伫这个教会内底，我毋知影是安怎上帝伫迄个时阵，伊开始做工伫这间教会，所以我心内有真深的确信着讲，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是主耶稣的。虽然咱看这间教会哪像问这间教会真侪遮困难问题，但是咱检查会想我做袂了，我离开。但是耶稣无放杀伊的教会，耶稣总有一天伊会做工伫这间教会，这我甲伊经历的。我想要离开，但是上帝开始点点做工，在改变这间教会，在改变这兄弟姊妹。这3张相片内底4个人，因
就是我看起的改变。第一张相片阮牧师娘抱囡仔边仔一个少年，迄个执事伊穿写字白色写字迄个执事，伊其实迄个时阵，因太太嘛是离开故乡出去，伊感觉大胆装脚无啥物意思所以因太太甲这尾长老。这兄弟妹转来，我咧讲，你当时啥他会去禁食祈祷？因为伊讲因太太讲，你若无改变，性命若无改变，这婚姻行袂落去所以因太太才甲招去祈祷山，苗栗的祈祷山去禁食祈祷。这人去禁食祈祷，转来了后，伊心开始火热起来，伊开始关心别人，关心教会这酒醉，这有软弱。艰苦这样弟兄，伊毋是有钱，但是伊甘愿出钱，招呼因讲我带恁来，我甲恁拆车票，带恁到苗栗去伫遐禁食祈祷。迄阵拢是禁食5天5天完全禁食的安尼去遐禁食祈祷。伊就偷偷招人，伊就招这个长老娘中个长老娘长老娘去遐禁食祈祷，伊就偷偷带人去，因为我前任的团队。唔准因去祈祷山，因讲因为迄毋是长老教会，唔准因去。我是唔知影因偷偷咧带人去安尼。所以长老娘转来甲我做见证，甲我讲老师我去迄祈祷山，遐风景偌水个呢，风景偌水个，我伫遐偌欢喜个，我足无想要转来。伊阁甲我讲一句，老师我有圣神充满，我偌欢喜个。伊讲伊有圣神充满，偌欢喜个。我心内想讲骗笑诶，咱住伫东部花东纵谷这尔水诶所在，你讲无水，苗栗敢真正水？苗栗敢真正风景会平阮东部水？袂但是啥你伫东部遮无水，去到遐讲迄款风景会足水，你无想要转来？你阁讲你有圣神充满？我想我做老师，我都毋敢讲我有圣神充满。我做团队，我都唔敢讲我有信心，因为我的认捌着讲信心充满，一定是迄款足爱祈祷、足敬虔、足听主的人，唔才有信心充满。我心内是想，你长老娘太有可能，因为你脾气足歹，你逐时伊拢含长老冤家，伊长老若啉一下酒落酒醉咧，你就开始骂长老对无？所以咱教会若有中级逐时安尼啉酒冤家。安尼教会敢有见证无无怪人咧传你干事讲恁信耶稣无路用啦，对无？是所以我甲讲，你若互圣神充满对了，我甲伊讲，你有圣神充满，你的生命、你的个性伫遐改变你和翁婿关系伫遐改变对无？伊甲我讲好，老师，以后阮后生毋对，你甲我讲，我想这长老娘是安怎改无共款，口气无共款，态度无共款，伊竟然会谦卑落来。本来拢硬沙沙的对无？这样佫谦卑落来。我想是安怎，他去祈祷山互圣神充满着安尼。毋尔安尼，另外边仔迄个阿嬷，迄个执事金春执事，礼拜迄阵咱拢会摆书会。拜书会啦，拜书会人，拜奉献等等遮个。伊迄阵也无人甲拜伊做啥物会伊都毋捌啥物字所以袂拜伊书会但是无拜伊书会，一个要礼拜要讲道伊就起来跪伫遐，跪伫你后壁。咱中教会无三地椅对无？中一地，安尼伊就跪伫遐开始祈祷我想是安怎食毋着药安尼无叫你起来祈祷你就跪踮遐是踮遐咧祈祷啥会安尼所以我讲到半点钟，伊跪半点钟遐祈祷真正是安尼咧祈祷。所以即摆伊过身去，我甲伊的迄个新妇讲，用咪这恁阿嬷恁妈。婆婆以前我讲道拢跪伫遐，这样话阮后生讲道你嘛开始遐跪好无？伊开始伊学祈祷山的同工呢，伊学祈祷山的同工，
因咧牧师在讲道的时啊，因为当讲3、4个就跪伫遐在台道啊，所以因的改变，互我看起讲哇，啥整个这执事也改变，长老也改变，金村执事也改变，因太会安尼去祈祷山会改变，所以话因招我去祈祷山。因为安那因的改变，因的见证，我知影讲，到底伫遐发生啥代志？我对因去了，上帝开我属灵的目睭，第一项我看伊讲，哇，敬拜上帝是遐尼快乐，遐尼啊喜乐的代志，会当拍鼓啊、跳舞、唱歌、学乐敬拜上帝。伊若叫我举手，我手拢举袂起来，对无？毋尔讲道的人，因实在太有即款信心，有即款权柄，安尼讲道会刺激人的心，会激动人的心呢？实在太安尼，毋尔安尼啊！差不多暗时的培灵会第3暗，就开始在替病人祈祷。哇！到世界拢有足侪艰苦病痛，当时啊，安尼几若100人去伫遐参加。长老教会原住民嘛，足侪逐族的拢去到遐。因特别替遐破病艰苦的病人祈祷。我想哇，这我伫教会拢毋捌看着讲病人出来换手祈祷这个代志。哇，因坐祈祷，真正看起神者，因坐祈祷，真正你看起坐轮椅的人，真正得到医治，会当起来行，只欢喜快乐。我想哇，他有即款代志。到底迄阵讲完拢讲，恁中间若是传教者吼，请恁出来，你看正侪人需要祈祷，恁是上帝罗卜，上帝予恁有权柄，通替病人祈祷，我拢毋敢出去。伊安那，我想这个人破病遐需要，我也甲祈祷袂好咧，搁严重要安那，对无？我真正毋敢出去替人祈祷。若到拜3暗。迄暗的培灵会时，我去坐2楼上后壁遐，当遐看。阮的会友因若去吼，哇，足爱欢祈祷的，拢出去。因就会问讲，老师啊，人讲完讲传教者，你有权柄替别人祈祷，阮在找你，你哪拢无出来，无出来。我去便所啦，我找足侪借口，我毋敢替人换手祈祷。但是我心内足大的，互我感觉讲神啊，这个人，这个伫台仔顶在敬拜的人，在替人祈祷的人，为毋是传教者，因若无读啥信仰，啥因祈祷他有遐有信心，因他有迄款信心替人祈祷，因祈祷的时真正有神者鬼就赶出去，等才会神者。所以上帝开我属灵的目睭，我知影讲伫遮有代志。是我毋捌经历的代志，所以我就较谦卑的。我转去到教会了，我开始招兄弟姊妹过，一批，我招因去，我陪因去。虽然我无经历，但是我知影伫遐上帝咧做工。我甲兄弟姊妹带去，上帝咧改变。中这个长老娘因翁，我的长老叫怀德长老。阮两个进遮第3天伫宿舍伫遐咧休困咧讲话时，我甲问讲，长老，你来3天你感觉安那？伊讲我盖头仔袂惯势，我无想讲我3天会当无食饭咧。我盖头仔安尼，我一顿无食就袂堪吃啦。佫竟然3天无食饭，佫足欢喜的，足快乐的，会当爱敬拜上帝，足欢喜快乐。我又佫甲问一句话，长老。你嘛3天无啉酒啊呢？你嘛3天无补冰啊，无补粉啊呢？就甲我歹势讲是啊。我讲长老，食饭较重要，还是粉酒槟榔较重要？伊讲食饭较重要。我长老讲，长老对啊，食饭较重要。但是你3天会当无食饭，你3天嘛无食粉，无食槟榔，无食酒啊。但是咱教会你看，咱的教会喝酒。捆绑啊，遐厉害！咱长老伫遐诚做见证，对无？咱长老若靠圣神会当改变，咱会当帮助教会兄弟姊妹看见耶稣在做工啊！阿门。所以长老伫遐决志的，我长老伫遐决志讲好，老师我转去，我决志要甲酒改掉，粉酒槟榔就是爱改掉。
我的教会从迄阵我做传道开始着安尼，有一个即款的好的开始。感谢上帝，毋是我熬，真正毋是我熬，是上帝做工。我去经历圣神的工作，是因为耶稣讲啊，恁若领受圣神，恁就要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对无？得到能力为耶稣见证。上帝，我看起伫遐个当中有权柄有能力，但是改变我的心的是，我看起上帝改变我这兄弟姊妹，改变因的态度，改变因的个性，改变因的习惯，生活歹习惯。因变做敬虔，会伫遐跪伫替传教者安尼祈祷。所以到即仔，中迄长老娘还阁勇行，伊拢还阁继续伫替我祈祷。我长老娘有咧替我祈祷无？有哦，逐日拢嘛替你祈祷。即仔阁伫遐替恁囝祈祷咧，对无？哎，伊才做一个祈祷大道的人。我想咱教会真好，礼拜前有遮祈祷，但是望搁较侪人伫后壁。在为咱三个牧师的家庭、咱的团队来祈祷。我想，迄个祈祷会当互即间教会得到上帝真大的恩典。阿门，阿门。所以圣耶稣讲啊，恁着领受圣神洗礼，要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家己的经历，我家己的经历。我伫基督山8摆，拢无圣神充满，拢无。但是我到以后。转来到教会，我替一个拜拜的姊妹犯着鬼的，伫祈祷的时，我替祈祷的时，我伫赶鬼的时，我才有圣神充满。所以我是伫教会、伫牧师馆内底，互圣神充满。所以我感觉讲足奇妙。我去祈祷说，我嘛爱像亲像这中心兄弟姊妹经历圣神的洗礼，但是上帝拢无互我伫遐经验。上帝竟然是互我伫观音山教会伫宿舍，伫替人赶鬼祈祷的时，我无咧可以力，无能力，我伫遐跪甲恐吓，讲今日要这个太太死蚱阮兜，死蚱教会内底，我心内拢怎毋知影要祈祷去。我讲我好心，甲这个太太对别个砖头带来遮，阮安尼继续伫替祈祷，鬼拢毋走，但是今日讲鬼要互伊死蚱阮教会。我连牧师都还未做，讲祈祷怎死干教会要怎？哇！真正是足大的挑战。但是我心内毋知要安祈祷的时，忽然间，哇！北来那一口气啦，对北来一直拽，哇！挡拢袂掉，我怎啊？我开始大哭啊密码哭，一直哭。我的长老，阮太太甲我讲。你去困啊，老师，你去困啊！你伤忝啊！你莫祈祷，你去困。我头脑足清楚，我无忝啊！我毋知影我是咧哭啥货尔，我毋知影我安怎哭啊，是太着安尼哭，我会感觉足无面子，我才哭啊遮大声。拢叫我去困，我都毋是忝啊，我都毋知影在哭啥，我哭啊，拍担涂骹，搁一直哭。无人知影我发生啥代志，但是我伫遐哭的时，鬼讲话，讲你莫祈祷，伊要离开啊！鬼着离开，这太太就好起来。我无咧祈祷，我是拍伫涂骹，一直哭。但是鬼离开，然后我搁拍伫遐哭。我上帝，我惊他会反常，他一直哭。什么代志？上帝给我一个意念，讲你看这个太太，互鬼附身拜拜啊，互鬼附身遐严重，遐艰苦。圣神甲我讲一句话，讲咱教会兄弟姊妹，冷心倒退，无冷无烧，安尼啉酒，爱互酒捆绑，拢是互魔鬼撒旦捆绑的，了解伐？所以。圣神甲讲，教会软弱，教会兄弟姊妹生命遐济困难、遐济问题，拢是用魔鬼撒旦捆绑的，知无？所以我的心灵内底就一直哭。所以感谢上帝，
我问一个牧师，做杨建祥牧师，我的长辈有经历，所以我甲问讲，牧师啊，我迄天哦，听人赶鬼，伫遐哭啊，袂讲一拍枕头啊，一哭，到底是啊？伊甲我讲少年的你得着啊，少年的你得着，得着啥？伊嘛无甲我讲。无甲我讲，直到我读圣经，罗马书8章260讲何况我的软弱有圣神帮助我，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来替我祈祷。阿门，阿门，阿门。哦，原来我伫遐大哭，是圣神帮助我用讲袂出的土气来替我祈祷。阿门。所以，这间教会改变是安尼。是因为圣神改变这个中心，改变传教者，然后遐离开教会的人开始转来，因为因有见证。过去拢三不五时拢啉者，但是即马无爱含因啉啊，对无？无爱含因啉啊。这松树因会打一条广告讲，歹势，阮是信耶稣的，所以阮松树无要搁互恁啉酒啊，嘛无分啊，也有饮料请恁用。整个来人是气袂讲实，对吧？但是这真做教会一个好的见证，阿门。所以我讲，我会当伫这间教会安尼开始到安尼退休落来，阮后生也愿意搁留伫这间教会，我感觉是圣神改变的，是圣神互这间教会改变的。所以上帝互我一个真深的体会，就是讲咱的长老教会若要兴起要改变。若无我靠圣神袂当改变，真诶。若无我靠圣神来做工，教会真困难改变。所以上帝互我安尼继续，虽然退休，嘛继续出去做陪练的工作。我这一个月4礼拜，上无3礼拜，拢伫外口陪练服侍安尼。所以咱来看圣经安尼讲，圣经伫旧约时代圣神。无普遍降临伫以色列百姓身上。旧约时代，圣神伫特别的代志、特别的时间降临伫特别的人、上帝要用的人的身上来做特别的代志。所以咱来看，伫旧约时代是圣经上帝的灵做创造天地万物的工作，上帝的神。伫咱人的内底，所以咱诚做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就是咱会去思考，会去想讲，我活地敢有啥物意思，对无？恁兜饲的狗猫伊敢会想讲我踮厝里足无聊，我毋知踮遮主人逐工甲我饲甲我揽，有啥意思袂？遐猫狗袂。但是咱人会去想，我活地有啥物意义无？过来我会想讲，我是对倒来的，我是安那来，你毋是对高山来的，知无？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咱会想讲，我安那来，我要去到倒？我若死了，我要去到倒？这是咱会去想的代志。所以上帝灵伫咱内底，互咱会去想讲，到底有一个神无？咱敢定要敬拜这个神？有上帝灵，人才有宗教的行为、信仰开始出来，对无？这个上帝神伫人内底，互咱人含这精神动物完全无共款的所在。个上帝神兴起领袖，所以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时，上帝爱灵临到啥人？临到摩西的身上，对无？上帝神要叫伊临到伊的身上，爱伊去引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伊讲我老我喙齿钝我袂当讲话对无？但是上帝的神帮助伊，互伊勇敢，互伊到80岁会当勇敢，含伊的兄哥亚伦去到法老的面头前，行神迹，延光上帝的名，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大兵呢？大兵扫罗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要另外找一个人来代替以后扫罗做王，对无？所以上帝派撒母耳去到大兵的家的时伊讲撒母耳去到大兵的家的时要定兄弟内底抹油一个人，
但是无一个是上帝介意的。迄个时阵，大闢在创啥？大闢在顾营，顾营伫外口，对无？刚才迄讲伊上先知撒母耳要来阮兜啊！吼，我真欢喜，我要。伊刚才无想，伊是会互抹油迄个，伊想上无我嘛看讲，人先知是生做啥款，伊要甲阮兄哥倒一个甲抹油，但是无拍算。因兄哥因爸爸甲讲啊，遮无你的代志，去顾羊啊，顾羊啊，对无？赶去顾羊啊！所以撒母耳看到伊的兄哥，哇，一表人才，一表人才，哇，一定是这上帝讲啊，你是看外表，上帝看内心，对无？无啊，无一个兄哥互上帝介意的，无啊，才叫这小弟仔转来，阿妹。所以圣经讲啊，伊甲抹油了后啦，上帝的灵就大大感动大闢。大闢勇敢面对大汉人歌利亚，勇敢面对伊的挑战，是因为上帝的灵伫伊的身上，阿妹。当恶魔临到扫罗王的时啊啦，伊请一个会晓弹琴的人，伊弹琴就是大闢。大闢啊弹琴的时，迄个恶魔鬼就安那离开扫罗王对无？因为有圣神伫大闢的身上，阿妹所以上帝的灵兴起领袖，那像基甸对无？亲像参孙对无？拢上帝要用的这术士、这领袖，上帝将伊的灵放伫伊的身上。所以基甸上帝来找伊的时伊秘伫酒窟在拍麻秘伫酒窟，因为伊惊遐对调伊惊。但上帝讲你是大灵的勇士啊，伊要唔相信啊，但是上帝灵伫伊身上，每伊就勇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神临到人的身上，临到咱的身上，第一项，互你的勇敢，阿们，互你的勇敢。恁牧师拢爱逼恁传福音对无？我拢唔敢，对无？无啥勇敢嘛，所以咱得有圣神充满咱得勇敢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咱想参孙是若看你甲看在画参孙的图，拢是肌肉男，像馆长迄款的，对无？安尼肉结迄款。但我相信参孙毋是迄款啊。但上帝灵伫伊的身上，伊就甲迄个狮拆裂开，亲像拆裂迄个羊羔共款，对无？上帝超自然灵力伫伊的身上，互伊勇敢，互伊当得胜。那像魔鬼亲像好狮共款，上帝灵若伫你的身上，你会当赢过这魔鬼撒旦，这亲像好狮。阿们，阿们。所以上帝灵兴起领袖，互伊勇敢，互伊有智慧。上帝灵兴起先知，所以当时亚哈王亚西别王后，伊拜这巴力啦，这巴力神。所以尾上帝派先知以利亚来伫遐挑战，对无？讲看上的神才是真的，上的上帝才是上帝。所以甲祭物放咧，袂当点火。来祈祷，互你的神若是真的，互伊对天顶降火来安尼。所以巴力450个先知踮遐跳，踮遐唱，踮遐求，天无降火来。但是以利亚一个祈祷尔，天就降火了，伊就得胜，证明咱的上帝是真的。阿们，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甲你祈祷，圣神亲像火降临伫你的身上，对无？所以这嘛是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上。所以但以理呢？但以理这少年人会当改面梦，对无？王尼布甲尼撒王，伊袂记得梦无人会当解说。但是上帝互但以理有即款智慧，会当改名，甲王袂记得梦讲出来，佮甲解说互伊听。
所以这拢是圣神的所做的工啊，拢是圣神所做的工。所以咱甲看先知以赛亚伊的预言讲啊，对亚西的根本要发一支影，这支影要结果子。耶和华的灵要点伫伊身上，就是互有智慧、聪明的灵无力甲能力的灵，甲财物甲敬畏耶和华的神。这咧讲啥？讲耶稣基督，知无？耶稣基督就是代表的后裔，代表的后裔。上帝灵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上大，就是互有智慧、有聪明。有魔力迄款能力财物敬畏上帝。耶稣甲圣神的工作、圣神的能力完全表现伫伊的一生内底。阿门，阿门。以西结预言讲啊，上帝要赏赐咱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对咱内底迄个石头的心要甲咱换掉，换一个肉的心。阿门。要互咱会当顺脱上帝的真理，顺脱上帝的道理。今日咱真正需要安尼，知无？兄弟姊妹，咱真正需要，咱真正需要听道理，会当顺脱；听道理，会当愿意谦卑去遵行。这需要上帝的神伫咱身上，所以互咱一个新的心，互咱一个新的灵，互咱一个新的灵。把你的石头的心换做肉的心，阿妹所以石头的心就是啥？无灵无烧就是无感觉对你在敬拜上帝，在学了上帝，你无感觉；你在读上帝的话，你无感觉，因为你的心定去所以求上帝，反正有一个新的心，你看到人艰苦。你的心嘛，袂有一个感动，无一个怜悯的心，想讲我主啊，你爱我做啥？我会当安怎来帮助伊，对吧？咱需要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肉的心，会当敏感到上帝的心，会敏感到人的需要。阿门，阿门。所以咱甲看到新约的时代行洗礼约翰，伊嘛出来预言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互恁悔改。请兄弟姊妹，今日教会牧师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互咱有一个悔改，对无？但是耶稣讲，伫我后壁来迄一位，能力比我大，我甲伊赶鞋都袂堪进。伫我后壁迄位，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阿门。伊咧预言讲啥？耶稣来要用圣神甲火甲咱行洗礼，阿门。所以耶稣就是用圣神甲咱行洗，用火就是互你有火啦，知无？你有火咱台语拢讲一句话火花，迄无路用火花，对吧？咱教会若足侪人火花去，教会就袂振动，对无？咱像我打去我的教会时，真正讲。教会哪像火花去，但是上帝的灵伫因顶，因火热起来，因火热起来，感谢主。上帝圣神要安尼有火，有这动力的，阿门。所以耶稣来耶稣来洗礼是耶稣本来行洗约翰无要替耶稣行洗礼伊讲我颠倒伫遐，你甲我行洗礼伊讲咱照上帝。律法做伙来行就对，所以耶稣洗礼了，起来是天顶天开有圣神亲像钱降临伫耶稣的身上，表示讲上帝互伊看到伫灵内底看到讲哇，圣神像粉鸟降临伫耶稣的身上，天顶阁有声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阿门。亲爱的姊妹。我讲一个足感动我的代志。阮一个兄弟过去，伊酒驾出车祸，对方过身去，伊无钱通赔，所以伊去互关。关了，伊伫家甲捌朋友。有一天，阮这个兄弟出关甲出来，转来有一天，
伊带一个朋友来，甲我讲牧师，我安怎我伫家甲拄着？伊少年的时10几岁啊，人冤家失手甲拍死，所以去互关，即摆关16档打出来，佮假释出来。我想啊，你带这家甲打出来要创啥？要讨钱呢？啊，佮无钱，无厝人大对无？咱教会常常会拄着即款爱帮灾啦。我想啊，佮带一个家甲出来要找我，安尼伊讲牧师无啦。我想，伊讲牧师，你敢会当替安怎祈祷？伊打家甲出来。我想想讲好，安怎我甲伊讲？我想吼，你为着意外伤害人过身，你的心足艰苦，你互关已经16档啊！恁兜的人嘛，因为安尼心情足歹，面子嘛拢无去，对无？人庄头的人拢嘛看恁袂起。对方互你伤害人，因嘛足怨叹你，足怨恨你，对无？所以你转去庄仔头，你真正无面通阁入去庄仔做啊！但是不管安啦，你做遮个代志，你经往关啊，你心内一定足济艰苦，你得爱认罪。你会当甲耶稣讲：耶稣，我做毋对啊！我过去少年的时受气共伤害，直到过身，伤害着这个人，伤害着因兜的人，嘛伤害着阮兜的人。耶稣，你赦免我的罪，你互我有气力行一个新的路安尼。我出来祈祷，我出来认罪祈祷，祈祷了，伫我的办公室迄个走道中间，我就甲祝福。我一个换手甲祝福祈祷，伊一个互圣神充满，伊一个着圣神，砰一声伊就倒咧，倒咱倒哭。我无想讲一个人也袂安尼信耶稣行做悔改认罪，请耶稣入伊心内，圣神着安尼充满伊。有当时我过去拢想好人才有圣神充满，今日我的观念改变，知无？咱若真正愿意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神就要临到你的身上。像天父甲耶稣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阿门，阿门。上帝就是安尼，咱若甘心乐意认罪悔改伫耶稣面头前，圣神就是安尼，要正做一个记号，正做一个证据，讲上帝赦免你，上帝听你。阿门，阿门。好，过来啊！耶稣和尼哥底母讲，伫喺顶头生，才会当进入上帝国，对无？嘛是咧讲圣神，伫喺对水甲圣神来生，才会当进入上帝国。耶稣和伊的同胞讲：恁若喙焦，人若喙焦到我遮来啉，我就要互恁有活水江河。伊嘛甲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活水江河，讲恁若心内打扫，你来到我遮啉我互你的要对北来流出来，流到永永远远，嘛是咧讲圣神的工作。阿门。所以耶稣伫半过节，半过节最后晚餐，耶稣要互受了以前，含学生做伙食饭。伫圣经记载2项代志，一项是甲学生洗骹，搁另外一项是甲半过节宴席变做圣餐，对无？讲这是我所留的血所立的约是到恁所立，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迄个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对无？所以咱知影耶稣伫最后的晚餐收晚餐，搁一项是甲学生洗骹。但是伫最后的晚餐，耶稣上重要咧创啥？在讲圣神，在讲圣神。兄弟姊妹，你看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14到16是耶稣伫圣经最后要离开学生以前，耶稣甲学生讲讲我无放恁做孤儿，我无放恁做孤儿，因为我去要求天父上帝赏赐恁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神。恁看袂到，
但是恁感受会到的。这圣神要甲恁三角地地，要亲像耶稣同款，肉体的耶稣甲学生地地来帮助恁，伊甲是因。所以耶稣讲：我要求圣神，天父，互恁一位圣神。啊，圣神来要创啥工作？圣神来要教示咱明白一切真理，了解耶稣所做代。圣神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神要引带咱明白一切真理。所以，亲兄弟姊妹，你读神学读足济册，你若无互圣神来帮助你，你读袂明白圣经。圣经的话，你听袂入你的心内，知无？圣神会帮助咱明白上帝的真理。圣神要显明耶稣的荣光，然后要叫咱为罪、为义、为审判，家己接。这7点，我拢对约翰14章到16章内底，甲整理出来，就是这几点重点。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在和学生讲圣神，所以伊要互咱结济果子，互咱喜乐满足，然后有几个见证这兄弟差不多17、18当前。某拢无信主，这兄弟职业军人退伍，伫永远病院工作，伊做木工师傅，做木工。迄个时阵，上班还阁会当偷啉酒安尼吼，毋尔偷啉酒咧，下班就是卡拉 OK， 无酒醉袂转去厝。若转去厝一定冤家拍某拍囝安尼，到因某真正挡袂牢啊！因某讲有当时迄种想法讲出去死安尼好安尼，足艰苦。尾仔因太太是美法师，一个姊妹甲讲：你怎带恁翁去教会呢？伊甲介绍讲去嘉义山教会，去阮教会。来阮教会迄礼拜，因翁某来坐伫后壁遐，我毋捌伊。但是迄礼拜我印象足清楚，我讲到了，我请中集出来，我要替中集祈祷。但是我爱邀请这个兄弟对后壁，怎走来徛伫中集的后壁？我就想，伊是酒醉，还是毋捌治安啊？怎走出来？走出来起来人出来，咱甲中集祝福了，无共祝福嘛歹势，对无？所以我就手伸过。望到伊就圣神充满，哇！坐着倒担倒脚，连人扶都无，因某惊者，走出来哭，伫叫护车呗，毋免啦，毋是心脏病发作啦，毋免惊啦，哇！转去甲因老爸老母讲，耶稣真诶呢，我去教会，牧师甲我摸者，我偏咧倒担倒脚，耶稣真诶呢。因老爸老母讲，耶稣若真诶，会当改变你吼，咱全家信耶稣，安尼。知无？后礼拜来甲我讲，牧师，阮老爸甲我讲，耶稣若真会当改变阮翁吼，改变阮翁吼，阮全家要死人。我讲真诶呢？伊讲真诶。我讲恁兜有神明？伊个太太甲我讲，有牧师，我最近还阁请一仙转来，为着要改阮诶翁吼，阁请一仙转来。我无我来恁兜拄我上好。伊讲好，迄拢我请诶。叫我讲好，我礼拜了随去拄我上，知无？随去拄，我惊因反悔。阮伫遐拄我上，祈祷圣神充满伫这个家庭。这兄弟是啥个改变？伊今年好会，互阮教会兄弟姊妹选做阮教会长老，知无？酒鬼变长老，伊伫指定会足认真。足认真传福音做主的工，感谢主。我去台亚的教会，讲到了，开始要祈祷的时，一个兄弟跪踮喺路中，个通道咧，哎呀，伊哭足大声。我来，你哭啥？伊讲上帝，我看见我的罪啦，看见我的罪啊，看见阮兜的罪啊。我讲你上帝，你甲你经过，你使做？伊讲我对阮老母足不好诶，讲话逐时看对阮老母，屁笑阮老母啦。
我讲恁老母伫倒，因为阮老母坐遐是阮教会长老。我讲长老来，甲恁老母会室咧，会室咧，悔改会室咧，莫因老母会室咧，哭甲。这兄弟爱改变哦。我讲这兄弟，因某是迄间教会长的牧师哦，知无？因某是牧师，迄间教会牧师，是敬拜主灵，因老某是长老，吼，爱对因老母大细声歹个，对无？上帝出手啊！即马有够好诶，我也拄着伊拢会送我迄落啥物过果迄落饮料安尼，我补身体。感谢主，你看迄，这毋是人做讲，我毋是讲友好啊，但上帝刺察伊的心，刺察伊的心。上帝真奇妙，上帝做代志超过咱所想。圣神会互咱喜乐，互咱喜乐伫相片内底这红衫这姊妹，忧郁症因红晒过身，伊忧郁症艰苦也袂讲起。但迄个月来伫阮教会参加聚会时，圣神大大充满伊。笑，一直笑，然后伊的忧郁症得到以后，包括遐一个穿乌衫的少年伫遐笑，迄个少年嘛是忧郁症好去，迄个少年即马是牧师，迄阵是新学生。上帝伊伫，所以你讲圣像嘛，为人哭，为人笑，是安那？耶稣在医治咱的心灵的创伤啊，知无？所以上帝做工真正超过咱所想的。所以耶稣讲啊。讲恁伫爱听候，伫爱领受圣神的洗礼，伫爱听候，伫爱领受圣神的洗礼。圣神降临伫恁身上，恁就要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阿门。五旬在圣神降临，所以学生和圣神大大充满，因着得到几啊，开始出去传福音，对无？对。圣神充满啦，哇！方言讲方言，咱教会拢袂真困难接受方言。这个影片给他按一下。咱教会。好，这姊妹圣神充满，伫遐，你听无伊咧讲啥？但是啦，因为伊心内足侪创伤，对无？足侪创伤。我捌这个姊妹，这伫台北一间教会，这个姊妹我捌伊足侪创伤，足侪艰苦，所以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来祈祷。伊讲的无需要互人听，但上帝知影伊内心，伊嘴在讲啥话，对无？所以。圣神会替咱祈祷，方言嘛是一种替咱引带咱的祈祷所以讲方言时造就咱家，互咱得到勇壮，互咱内底的人勇壮起来。阿门，阿门。唔尔圣神方言嘛会当变做听有的话，知无？我去南屿培林，这个团队甲我做见证，讲牧师你讲方言真正，伊讲伊伫迄阵因翁去玉山读新学院，伊家己无会，无啊足忝。伊是布农族，因翁是达悟的。伊讲我著嫁达悟啊，因阁无甲我当做家己的人互我安专麻烦啊。伊讲伊想要放弃，但是伊敲电话互高雄一个姊妹，迄个姊妹甲伊祈祷，祈祷到尾无话，就用方言替伊祈祷。方言替伊祈祷的是这个师母大哭。伊讲你太会讲无论的话，你太祈祷用无论的话，我听到变做无论的话。讲无啊，我唔知要替你祈祷，我是用方言替你祈祷，但上帝互伊听到变做伊听有的话。我搁敲电话甲问讲你印象上深的迄句话是啥？伊讲明他玛沙扎。就是讲伫遐勇壮，伫遐刚强壮大，唔通失志。阿门。所以唔通拒绝讲方言，知无？方言真正是帮助咱会当常常祈祷。
所以初代教会真看重领受圣洗洗。这段圣经在讲啊，学生听起撒玛利亚人领受上帝的道理，派彼得、约翰去到遐去，要甲因啊换手祈祷，要互因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未降临伫因一个人的身上。因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礼啊，但是圣经讲啊，圣神还未降临伫因的身上，所以特别派彼得、约翰去甲因换手祈祷，因换手祈祷，圣神就降临伫因。所以圣神的洗礼和牧师的洗礼其实有差别的，初代教会真看重兄弟姊妹，唔领洗礼了，搁伫遐领受圣神的洗礼。阿门，阿门。好。所以咱看保罗先生啦，伊悔改了，阿拿尼亚去甲伊祈祷，互伊目睭会看见，佮互伊讲啊，互你互圣神充满。替保罗祈祷，互保罗先生圣神，保罗先生生命改变，伊信心勇敢，咱无人对伊会着。亚细亚、亚洲、欧洲，传福音受苦，保罗先生因为圣神伫伊的身上。阿门。所以圣神会带来温数，温数智慧的研究等等，这无共款的温数。圣神会带来，互咱有圣神的果子。咱长老教会真看重圣神的果子，但是咱忽略圣神的温数。咱讲到炒火特殊温数，弹琴啊，迄毋是温，迄才能、才艺，迄是才艺。迄毋是温数，知无？温数是上帝予你的，予你看见上，予你会当领受智慧的话，会当予你有能力解决帮助人解决别人的问题。予你祈祷，替别人祈祷，你替别人祈祷，效果搁比别人较好。所以这是温数，温数和果子伫遐平衡，哪像粉椒啊，伫遐两个实果，背着才会自由。阿门。所以换手，咱教会牧师、传教者拢有权柄，咱长老嘛有，安尼来替兄弟姊妹换手，求圣神来充满伫咱的身上，圣神充满互咱做医治的工作，医治才会内在创伤才会艰苦，所以这是圣神做的工作。所以圣神医治人心内的创伤，所以天父会将圣神互求伊的人。你若需要，你该求，你求圣神，伊袂互你邪灵，知无？有当时啊，圣神充满迄个人，当面哇，邪灵表现出来，因为圣神伫伊身上，邪灵不得不伫遐表现出来，咱就会当赶鬼啊，对无？伊就会当得到头棒啊。所以毋免惊，你求圣神，上帝袂互你邪灵的，袂互你邪灵。所以要安怎领受圣神呢？耶稣讲啊。你若喙焦到我遮来啉，喙焦来到我遮啉，信的人啊，对伊腹内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兄弟姊妹，我将我家己的体会分享给恁，毋望恁得到上帝，毋望咱教会对圣神的工作有更较深的体会，更较侪领受。感谢主所以你若较无等下。咱时间无偌济我带咱做一个祈祷，吟诗做一个祈祷，祈祷了就祝祷，祝祷了，咱礼拜就结束。但是我搁剩差10几分钟，你也需要，你会当来到台前台顶，我替你做祈祷，我替你抹油，求上帝来膏我你，充满你，阿门。好，咱起立来吟圣神，请你来。相信家里人，充满我的心，我望来亲吻你，我靠近我
万的，信心车的人，改变我的心，让我看你，让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的主，我敬拜你耶。也要我救主，搁一摆，相信这里充满我的心，我把来亲滚的，各卡起满地。相信这的人，改变我的心，让我看你，让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我的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亲爱的姊妹，你若较无爱和圣神大大灌入伫你的生命，耶稣讲喙焦，你就要来到伊的面头前，毋是牧师会当帮助你，只有耶稣要用圣神来甲你行洗礼，你的生命会得到真大的改变，你会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现在伫咱过去，咱真拍拼，咱真拍拼咧做主的工。但是无看起有啥物款大的效果，咱家己嘛感觉真失志，感觉无快乐。你也感觉安尼，你会当甲耶稣求，讲主，我爱要领受圣神，我爱要领受你圣神的洗礼。无论伫今日，啊伫啥物所在，你若有一个较无的心，上帝要伫上好的时间。伊家己要来灌压你，要用圣神来充满你。求主祝福恁的教会，我互咱的教会对圣神有较开阔的心，较自由的心，愿意互圣神来做工伫这间教会。上帝要将新约技术充满伫咱的教会中间。毋望咱常常为教会祈祷，为传教者祈祷。常常为因祈祷，咱嘛常常得爱为教会来祈祷。上帝互咱伫一个真好的地点，咱周围有足侪人来去。上帝要互恁的教会满有圣神的能力，伫这个所在，伫你徛起的所在，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你会当对我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的救恩，我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救赎我，成做你的囝子。感谢你救赎我，成做你的囝子。主耶稣，我较无，主耶稣，我较无，照你所应允的，照你所应允的，较无你，用圣神，用圣神来甲我行洗礼，来甲我行洗礼，大大充满我。大大充满我，我会当明白真理，我的心会火热，我会更较敬畏上帝，
我的爱要传福音，主啊，求求你圣神来充满，大大充满我，互我伫家庭内底，伫教会中间，伫社会内底，为耶稣做见证。感谢耶稣，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我来祝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愿你的话进入你所听的囝儿的心中，你的话要成做因的快乐，成做伊的帮助。主愿你照因所求的，将圣神大大灌压伫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主啊，伫上适当的时，因需要的中间，主啊，你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时间，你家己换手伫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主啊，你兴起迦南教会，兴起牧师的团队，兴起中级兴起这兄弟姊妹小组长等等。主啊，愿你的灵大大灌压伫这间教会。主啊，恳求你施恩伫因中间。主啊，感谢了你啊！耶稣的保护也感恩。我奉爸囝圣神名祝福祈祷，阿门，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命。请起立。我的志愿的努力，用出路等日子，我的在前的小事，我愿你做。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满满的恩典予阮，求圣灵随时帮赞，伫阮软正行遐的时阵，引带阮行正确的道路；伫阮背逆的时阵，拍醒阮，予阮回头转来甲主的面前，予阮倚靠主你的话语，予阮每日所行所做，拢会当合主的旨意。感谢主！即摆阮献上才能、时间、金钱，要成做主圣间所用。求主悦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请坐。兄弟姊妹，咱做继续起立啦吼，继续起立。求圣是甲咱三个同在，拄啊牧师已经祝祷了，咱无搁再报告吼，总是恁若有要服侍吼，
咱只有才有15分钟左右吼。咱用首诗歌圣神请你来，刚才那一首回应诗给我。充满我的心，我们来牵挂你，个个的马的，星星家的蓝，改变我的心。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献给我的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也这请坐。如果你若无要有祈祷服侍，你就会通安静离开。下晡7点伫教会有互助社的社员大会。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同在。你若需要咱牧者为着你来祈祷，你也当留着。那个圣灵那首歌再给我。喂，这个时阵恁有需要要服侍，需要为你伴有祈祷，你会当来到台下顶哈。